Hello，呢個係我花槽啊，睇下呢個花槽，全部都係我種㗎，全部都係我種嘅，就餵雀，餵雀啊！睇下，俾你睇，餵雀。我自己又養咗隻鬥魚啊，就俾佢食頭先啲嘢咯。啲鬥魚就係食咯頭先啲嘢，啊餵雀咯。因為話餵魚先啱，餵魚啊自己喺度，啊。人人都想警察食屎，人人都想警察飲尿，人人都想警察含塵。人人都想警察食屎、飲尿、含塵，我哋個個都想警察食屎、飲尿、含塵。警察食屎，警察飲尿，警察含塵。唔係香港啊！我真係好掛住澳門啲小城生活。你去香港大城市真係好煩囂。其實我好掛住澳門嗰種好撚得閒嘅生活嘅。你去香港我都冇停過啦，咁差，好撚忙嘅真係。啊！石蘭紅茶，石蘭紅茶，其實香港喺香港呢度嘅警察咧，同澳門警察咧係一條拉嘅。佢哋都有個錯誤，就係一國兩制係可以黃賭毒嘅以為。澳門啲賭場應該冚晒佢，香港啲馬會應該冚柒埋佢。桑拿1樓1，澳門桑拿，香港1樓1，冚柒埋佢啊！棚仔啊，爬仔啊，問人攞嘢啊！仆嘢啊！呢個唔係佢哋唔係咁仆嘅，佢哋咁仆嘅。仆嘢冚柒埋佢。一國兩制唔代表你開黃賭毒，黃賭毒係唔容許嘅，都係香港、澳門。我喺大陸咁撚樣得㗎，大陸都唔容許黃賭毒㗎啦。香港、澳門唔通一國兩制就可以黃賭毒咩？講唔通㗎。又話國安法，啱啱有國安過啫，諗黃賭毒仲喺度。而家唔係啲人搞撚亂呢個社會，係黃賭毒搞撚亂呢個社會，唔係啲人講嘢搞亂呢個社會啊！得唔得啊？我睇下我親手種嘅葱啊，你睇下，你睇下，仲有我親手種嘅番薯。呢波又翻嚟啦！以前好迷佛牌啊，10年前好迷佛牌，而家信泰國佛，小乘佛法，小乘佛法。而家老婆啊，真係最緊要。一個人最緊有老婆，有老婆照顧你啦，你就好幸福噶啦。老婆照顧你就幸福一世噶啦。最有老婆啊！而家儲緊錢儲老婆，諗住儲800萬，儲個老婆翻嚟，咁樣我就好幸福噶啦。有老婆照顧我。唔知林少坤係點咧？唔知譚樂詩係點咧？
好掛住林少芬，好掛住譚樂詩。呢段片拍到攝到8分鐘咯，拍到8分鐘。有啲我興趣係做一個農夫，種樹咯，我都係種樹。睇啲樹越嚟越粗壯，啲樹幹樹枝越嚟越粗壯，又生啲樹葉出嚟，我有成功感，好滿足。你睇農夫山泉，農夫飲農夫山泉。拍咗8分鐘，大家如果可以嘅話咧，就按下個鐘仔 ，subscribe 呢條短片 share 分享出去，最緊要咧多啲訂閱人數啊，咁樣推翻警察有望㗎啦！警察管理大家都會興旺。警察係咩啊？佢講咗咩就係點驗差處理，你以後就成世㗎啦。個警察驗差處理，我都睇前面啲警察啊，諗下驗差處理嗰個好撚勁，決定你成世係點啊。後面差處理嗰個文槍塔又係決定你成世係點。因為一定要推翻呢個警察先得。警察根本係一種暴力嚟，再加文槍塔，精神病寫死你。刑事記錄寫死你，羅口供啊，好撚叻㗎！佢中文好撚叻㗎，羅口供啲咩動作啊、句白好撚叻㗎，警察整撚死你嘅，係嘛？臭閪警察！8分鐘啊，8分鐘啊！有8分鐘啫，有肥仔波添，而家都唔知點算。有差有肥仔波，屌佢兩個！8分鐘，拜拜，差姨。